新疆魔都六合魂。少年都必杀敌昆仑元人，昆仑元人以金融不开山。然而，使用着的绝技，凌空术脱离这险境。哼，这个老狗真够走，凌空术连得专苗叫走去。咱师徒无信的，对着咱赤我组织有所不利。众兄弟啊，我看入这个天炎五缺，就将金王子给收伫单了。也毋过金王子敢是死啊呐？哪会死？哼！听讲伫个天炎五缺，迄个千年大蟒叫收去啊！烽火桥也过去了，可能到这个天炎九境第三关。好安尼呢？是，来收伫这个金王子，安尼对赤我才有一个交代。好，进行工作。大天行道，正义杀手吴英以挂得中。大战极终极一般的邪门，哎呦呀！极终极一般杀手，丢盔弃甲，望风而窜。这个时阵形成极终极，当乌鹰的单打不倒了。两人都来剑往交交地灵，棍杖高峰步步杀去，乌鹰就要使用伊亚青剑法。喂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，请你让我做男伴，你想安怎？因为我老孙啦，气死，实在气死！乌鹰啊，我即马甲你拜托啊，后摆你若搁拄着这暴君的部下这歹人啊，迄个渺渺大人啊，也甲迄个种影丁啊，这种阴谋者，这种踮咧害好人的呢，迄都爱甲抬掉算迄南山的，互我甲伊想就对啦。千心魔，你等候机会吧，请。这镜都石头所刻成的，免哪会讲会谈？但是这个镜有写首诗啦，钟声三声响，连过第三关。这个讲袂谈，免哪会响？这我看爱用雷公哦，这若要用大力的，惊无法度。使用我的雷公，甲试一个看卖哩。这个时阵。少年都率领着这暗杀队，特别来暗算着金王子。魔音气闹，七孔流血。恁这人要来出事！
我想讲天涯我看大概是干那我一个人尔呢，遐后壁还哪有人要来甲暗算呢？安尼看这山河空虫鸟刺绣，这是歹人所创作的物件，一定是有地道的款啦。哼，不管如何，我一定要穿过第4关，第3关已经过了，穿过第4关啦！你这要甲我听车200啊？你巴肚咧枵啊？你要甲我结点心啊？迄无遐尼简单哦！万年金光王啊，闪开，让我过关！若无你们是抬高恁安呢？试看卖咧！我来！所以啊，伫这个世间啊，好代都要加做一寡，也若歹代志都要减学一寡，对。像我咧好举一个手尔咧，使啊！你哪会遐尼高，会去救着皇帝？皇帝才会说你500两，你所以才会发起来。都是安尼，哼，这就是平生做人的关系啊！仁义礼智信啊，拢总五常爱齐全啊，安尼做人才会成功啊！使啊！较早我咧拜你学使啊时阵，你都毋捌讲这款道理。即摆临时转变，迄你讲救着皇帝，迄我实无啥会相信的。你阿炮啊，你阿炮啊！唔信的随在你啦，对唔对？讲的哪有较错啊？使啊！迄什么声？听较清嘞。我去你救人，跑诶！看卖，看卖！这个大哥，你到底是安怎样呢？哇，规个花拢尖尖啦！哇，系啦，拢无血色啦！讲样咩？是安怎？你讲我听。去拄着土匪，拄着歹人听说。你的主人怎啊失踪去？主人失踪，我身躯重伤肺痨真多，因为这个山间的所在也无物件通吃，所以腰肌失断啊！老大呀！救命咧！无问题，我这慈善家，阿炮诶，甲带你去餐厅，带你去请高明的先生来个医治的身体。阮师足好心的，行，多谢啦。兄弟高声尊名呀！你毋捌我，若是普通啊，这王子公孙，大体啊，拢总是捌我较侪。我若是世家啦，阮师就是查拉世家，查拉世家咧乱出来，这个人是名望家、慈善家。是啦，我即马是咧问讲高姓尊名，对，我煞叫袂记哩，问我的名，我姓吴，叫做吴柳，有人叫何柳，也有人叫阿柳，也个叫做阿炮的。恁两个名大真好听咧。你到底倒位认识？是怎样去拄着土匪啊？拄着土匪是较唔好，若拄着贼仔是无啥要紧。总讲讲莫讲迄啦。你讲恁主人是生到什么款？也是安怎？你讲我听。阮主人都伫做贩卖珍珠啊。伫卖珍珠，珍珠客是。恁住倒位？住金陵。金陵是帝都呢？是啊。你若讲到帝都，我就爱讲。我就是救着皇帝呢，皇帝犯难就是我救伊，所以今日皇帝输我500两银啊，伫遐当开始发起来，所以我即卖就是100万中者，100万富翁。皇帝是啊，你唔救家显神？当然咯。四面无人，睡食无妨。你知影我想？你敢是姓马先是马雄？我马雄无唔对。我就是太子殿下的保家大将军马雄啦，甲我的同事保家将军王俊在中途去拄着赤魔杀手，可怜我的同志捐躯在松林地界，我互相担当，小主人在了松林失踪你都是保家大将军？是啊。你讲太子人是生做怎样？太子人生了一年头，还这个喙角所在一粒乌鸡鸟细粒啊，也看起来敢若查某囡仔呢，也尖脚幼秀。
好，太子家己一个人念。是啦，果然如此。是啊，万望二位大哥斗骹手，赶紧走找东宫殿下，若找着，当然恁两个也是朝廷的功勋啦。是啦，你要找太子，马先生，对遐去，吼，威兵也好，一口大口罩好野人啊，去遐甲问看卖咧，可能太子是找着对啊。你有安怎来报我遐去？真是使我莫名其妙呢。无你去问看卖啦，你呢？你咧讲话哪安尼奇奇怪怪？无啦，毋是啦，我真欢喜，听到太子的护驾将军啊，欢喜了过头，所以兴奋了过头，心中皮薄彩。是安尼是，你毋免惊啦。咱平平拢做是兄弟，好，我来走找东宫殿下。你有所谓无？我身躯身无分文。无问题，我自身家。来，这50两银带去做所谓。好，真多谢，找着再来见面吼。过时，请了。师傅啊，你听到太子的保驾将军尔，怎啊规个嘴唇拢反乌，怎啊喘咧？莫讲啦，包啊款的锁开啦，来去外乡啦，无话掠去判死刑啊！哎呀，我爸我母啊！小玉，小姐，阴暗吼，你甲我困不要紧，因为咱免分讲是主仆啦，社会是平等。哎呀，因敢忘此。希望你吼就要甲我困，唔通去困这个女佣房，有听无？我知影。女佣房吼设备真简陋啦，点仔困就好。要不我家一个人咧困吼，嘛感觉伊真无伴呢。好，多谢小姐你灵眼看待。小姐，你先入去养心吧。知了。东宫太子，男人扮作女装，所以唔敢当小姐同床。直成在了这个床边的所在，点点入睡了。这个人无什么亲像查某囡仔呢，伊行动感觉真怪异。好，我来甲看卖。小玉，将军啊，小玉，伫咧喘气，鼻空风真大，甲看起来，这个是查甫绝对无毋对，毋知是倒位的野公棍，来这个所在骗财，又想要骗色，我绝对无放你的干休啦！喂，这个醒来！小姐，小姐你还未困醒？你到底是何方的野男人？犯到男扮女装来这个所在骗财，又想要骗色？姑娘你唔通误会啦，这是冤枉啊！我是你是查甫啦？对，我查甫对，我姓莫名奇，我是京都金陵人士啦。为皇亲不义，中途被贼所劫，而且来我主仆分散，来到此地，都望小姐原谅吧。你讲这话我无相信，我对头讲一遍看卖。小姐，我是被贼所威逼，所以男扮女装，将情听衰啊。听起来感觉伊真可怜，而且你做人也是真文雅，讲话真温顺，我相信你一摆看卖咧。但是你有读书吼？当然啦，我住伫个首都，一定是有读书的啊。若是有读书安尼啦，我来甲你考试，考试若是会通过，这件事我甲你暗藏起来，我放你走。考试若是袂通过啊，我就会对我的爹亲提水，讲你就是男扮女装，可能会甲你掠去官府治罪。小姐，千万唔通安尼做。总是你若要做对我对，我是加减甲你对看卖啦吼。在所学浅，总是最惭愧、最参考啊。好，你听听哦。好来。拍袂死的人，也却是会气死人的战争，迄是啥物物件？拍袂死人，还佫会气死人的战争，要猜奖物件是？无毋对。迄就是笔剑嘛，用笔伫咧烧剑，专门是咧写文章烧剑的。哎呀，你真牛，你有读书？无错啦。安尼我即摆做对，互你对吼。让你听哦。好来。你必或必，你又不妨请挪。人精为精，人佛可以成佛。这绝对对了真准。我再来哈。
落水仙姑初现水，阴数9，阳数9，981数，数通平道，道合元始天尊，一成有感。哦，真深哦。是啊，坡山丹凤两天祥，响声6，七声6，636声。声闻倚天，天生嘉靖皇帝，万寿无疆，父王万岁万万岁。哦，你将这个绝对也较对着，实在真牛啦，才高八斗。小姐你的褒奖。我问你，天公姓什么哈？哦，天公是姓朱，哈？为什么天公会姓朱？因为当今的皇帝啊，父王万岁万万岁。当今的皇帝称为天子，啊，天子就是天的囝，所以天子是姓朱，应该天公嘛是姓朱啊。哎呀，果然如此，太子殿下，千秋千秋。姑娘，你唔通误会呢，你为安怎下跪呢？太子千岁。哎呀，你安尼称呼真是使我不解其意啊！你已经露出你的真相了。哈，露出真相？哪有啊？你头拄啊吼，讲到这个皇帝的时阵，你就跪落讲万岁万万岁，而且口称父王万岁，你就是当今皇上之子太子殿下。啊，姑娘，你实在真敏感。好啦，平心。啦，你若无甲哄一下吼，我不会爬起来。哦，甲你哄啊？正是。好，国王若是回调，才甲你哄吼。假使你若是得要入这个宫来受尽荣华，你爱知影数德。吼，数德是，我甲你试问，外数德也甲这个内数德，你拢总爱会知影。国王才会当甲你哄啊。喏，我拢总嘛知影。也若知影，讲互国王听一个看卖个。是啦，殿下你真听吼。外数德就是兴玉持之稳，坐玉端之强，立玉定之稳，声玉地之和。这就是外数德啦。内数德吼，正之必修，贵之紧也；立美必定，富之源也；片言必尽，福之基也；美名必修，修之本也。平心。袂甲哄咧啦，袂甲哄咧啦。好，国王封你为做爱妃。谢旨隆恩咯。殿下千岁，暗已经久，请进城养心吧。多谢爱妃，我的将军一名官屈在松林，一名享结微薄。是啦，我会叫我阿爹吼派人去找找。唔通漏涉机密，漏涉机密，恐怕这恶毒之情会阁增加麻烦啦。手扣离办。我知影，殿下请入来静养。知了。六合之妻李凤如，伊的双眼已经传入了。现在带着公衫，特别到外域帮助着伊红西六合完成着地卜安良的工作。阿三，安怎？一道乌影旋转真紧，惊深夜前，这个乌影在咧走动，挥杆即道，随背后观察。哦，对后壁甲看卖咧。我相信讲，那你混沌鸟王端落好来去啊，特别掠太子真容易。你的眼讲不错，若是我混沌鸟王端落好要掠太子真简单啊，掠来去紫阳城来见这个赤我神君。是，安尼来气氛当好势。已经探听着啊，现在太子伫莫家堡，伫莫家堡啊，是，安尼今夜间准备出来。发体，这个都是避风如的暗器，走啊！哎呦走！走去哪里啊？强走！对，有没有哩？你们行事好，大人啊，勇小，我混沌鸟王端无好，还袂出手咧，这正在咧计划尔。计划会使互你计划噶？计划在要害人，都是杀人未遂。是啊。但是我还袂去掠太子咧，你咧？太子，我太子伫对，太子伫咧莫家堡，遐了路伫咧报告听说。
哦，太子殿下伫木家堡，你这歹徒真大胆哈！敢想着要陷害太子？阿三，安怎？家己咧官府治罪。嘿咯，这个西本来甲抓来，还迄个天狗龙甲变色狐狸有个叫选尔。哦，迄警察班定就会当抓着。是啊，带到官府治罪。哦，抓来去治罪。靠啊！这位卿夫是谁？我是未红如，丈夫是白玉盒啦。哦，卿夫平身。谢子，卿夫来到此地与国王见面呢。将情贴水。哦，现卿玉盒在这个南城已经将着杨达欧暴君给敌灭了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国王恨不能早一日见到现卿玉盒呢。是啦，殿下，这个外隙非常复杂，你单人自己也真危险。是，国王来到这个外隙的所在，拾到一粒夜明宝珠，其次就是在五上拿遇到这个刺架，又搁一位神童救驾相未找到，又将国王押来到这个木家堡迄个小贼多次夭夭。殿下，你拢免担心，这款代志我拢会办甲好势。唯一的痛惜，就是何家将军王俊官屈在上林。国王正在准备3星酒礼，要来甲祭献呢。殿下千岁，若有我这个王三，也甲阮寺庙踮你身躯边哦，拢安全无事了。多谢将卿，启奏殿下，礼品甲3星酒礼拢准备好势，请殿下启廷。将卿拜驾启廷，何了子？第一号的杀手毕中弼，现在毕雕已经到济阳城而来，让你应付。假使在这个极端的时阵，抽出着我的血汗，惊天魔刀对付毕雕，不得为命。来人啊！坐定仪态。济阳城就是赤鹅终身的地点，我必定有可能找到对家来，可见我的厉害非常啊！喂，恁家拢赶紧缩手投降，好食，一点冠上元不能用阮！哈哈哈哈哈！必雕你才久个会说到对家来，我毕中弼的惊天魔刀不能用阮，你活在世间啊！来吧！跟我来，追，出招！来吧，来吧！现在金公主当着万年金公王大战9暝9日也未分胜败，必雕是毋是死在毕中弼的惊天魔刀呢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